哇！小業主群情洶湧，我哋開完咗會，我哋就話俾你聽。咁點啊？我哋要俾錢你係嘛？要俾啦，跟啦，你個公信。咁你諗辦法，呢個係話間屋係你噶嘛？唉，你啲揸把刀插我一刀啊！但係你決定係收幾錢喎？群起質詢法團主席，為嘅都係屋苑大維修再起風波。最近41年歷史嘅大埔宏福苑公佈要大維修，集資金額超過3億3千萬，由8座共1984戶攤分，每戶要俾成16至到18萬。我哋梗係有壓力啦，因為老人家嘛，擔心咯。不過最攞命嘅係，一直都冇話幾時要集資，突然通知你唔夠1個月後要交第一期，7個半月內要俾晒10幾萬全數，街坊都話好彷徨啊！係急㗎，我而家冇錢啊，真係。我嗰個單位17萬，就7個半月要交晒，個半2個月交一期，3萬幾喎。我係好驚，我老實真係，我亦冇錢俾，係好突然，因為完全都冇講過究竟發生緊咩事。我哋打工仔1個月真係可能都係3萬零4萬蚊，咁我差唔多成份人工俾晒佢咁滯喎。老人家嗰啲咁點算咧？咁完全都好似冇先兆咁啊！真係殺過一個到走不得。據業主講，宏福苑係喺16年強制驗樓後決定進行大維修，當時法團按程序招標揾工程承辦商。去到今年1月底，業主大會決議通過3億3千多萬嘅工程維修費同埋維修方案，同時亦通過將會分6期集資。點知去到6月3號，所有業戶收到晒律師信，要求佢哋喺6月30號交第一期錢，仲列晒其餘5期嘅交錢日期同埋金額。真係唔係好合理，唔交1個月通知。就算我去借，我借唔到。